们的第3位老师，尼日尔的倪小姐，很少见到的。见到的先生，好不好？倪先生嘛。尼日尔的倪先生，有请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会中文吗？哎，我会啊。哦，说的真好。那尼日尔是说什么样的语言呢？啊，我们一般有很多种语言，但是有一个是最重要的，叫那个豪萨语。好，就是好的。豪萨怎么讲呢？豪萨语这个。啊，豪萨语，比如说如果你好，看哪来呀？看哪来呀？啊，这个如果跟一个男的说啊，看哪来呀？看哪？跟你说啊，一个女人应该是看哪来呀？去哪来呀？哦，马滩上海，阿奎跳，啊，会跳。就是说上海的女孩子很漂亮。哇，这句你们要学会。来，再来一遍。马滩上海，马滩上海，阿奎跳，啊，会跳，放上海会马跳滩。上海，阿坤跳舞。马滩马滩，马滩上海，马汤上海阿可以跳，信努啊，是叫信努吗？啊，他是搞航天飞机的，谢谢厉害厉害。啊，聪明嘛马汤。上海阿可以跳。好，他也可以嘛。好这样好，这样最后一句了。那最后一句就是我也喜欢这一句话，阿宾亲上海，阿奎大地，啊，冰清上海，阿奎大地，啊，亏的意思，大地大意一，音，最后是那个最难的，我那个是不是说 d， 而是 e。你。